怀大家，去关怀别人。当然啦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天心、这个道心是第一，但是身体健康有没有很重要？身体健康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人世间，结了这样的善缘分，这个没有了这个肉体，虽然说它是假合，没有了这个就办不了了，所以健康很重要，学问才能才是第三。这个后学是要讲给崇辉听的，要把健康顾好。对，那最后啊，后学觉得人来到了这个世间上，双手空空的来，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，也是双手空空的离开。所以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人世间的所有100年之后都是带不走的，唯有业，那个业就是功德或业力会随身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修福修慧，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身体，要来利益众生，那自利利他。好，最后后学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。好，非常感恩我们天恩师德，也非常感恩我们点燃师，我们各位前贤的聆听。那过程当中啊，有很多的不足，恳请上天慈悲，给后学加灵加智慧，然后盼望点燃师，各位前贤给后学指正，让后学可以越来越好。感恩。